那种有心要甲你骗，绝对袂分讲你是老人或者是讲少年人。就这大学生伫咧面册顶头看到这高雄小港地区有人要甲这厝刷出去，对方说是甲讲，就要先汇14,000来，就会当先看厝。学生钱汇过去了后，却端无厝头家来甲因带，才发现讲家己去互骗去啊！原来是有诈骗，加做是厝主去共拐。也那这厝主本人早伫咧7月就甲这厝刷出去啊！网络顶头的相片也毋是因兜。目前警方也正咧追查这个嫌犯。相片当中，到着套房看起来正看告诉是加上洗厝地点，讲是生活机能正好，吸引大学生来抢税。暗过高雄大学生甲面册部分的人加来了后，对方说讲爱先付2个月押金，万事做定金，看完无满意才搁退钱。到看厝这一天，大学生等无人才发现被骗，报警。他就说我先付就可以先排到第1顺位这样，然后我就先付了。我跟他要他的身份证字号那些，他有转给我，所以我才会转过去了。刊登的那个屋主，或者是说要看房子那个也不是我们呐，外观也不是我们刊登房子的啊。那我在看图量收钱啦。去网络讲的洗厝地点附近也无打洗厝广告，伫附近做生意的民众指出，已经有2个大学生因为网络洗厝被骗汇钱。我说是叫你汇14000，他说对，今天是第2个啦。昨天很晚有一个也是学生啊，还好他有带妈妈来，妈妈跟他说应该是诈骗的啦。提醒民众签约前切勿交付金钱给自称房东之网友，如有疑虑应拨打110或165查证，并保存与诈骗集团成员的通联记录或简讯，向所在地警方报案。下个月多是大学开学时间，都惊个无辜的学生受骗。专家指出，伫洗厝时阵，上好避开这陷阱。看房子之前就要你付任何的金钱，其实都不是正常的一种租赁的行为。就算是我真的看了房子，我要汇钱，那记得拿到那个收据里面，也要有所有的一些相关的收钱人相关的资讯。民间团体表示，伫还未看厝之前，除了唔通先汇定金，就算看厝了后感觉满意，定金上好也唔通付超过3000。若反悔无想要税，钱抢起来无法度续回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